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小小國和大大國，作者阿粒。喺好遠嘅地方，有一個國家嘅人生得好高大，所以佢哋叫做大大人。每個大大人都只係注意自己嘅心情，着重自己，只會愛自己，而唔相信其他大大人。而呢個大大國嘅屋好特別，每一間嘅之間呢都隔住好大嘅空地，因為咁樣先唔會互相引起紛爭。大家都拒絕同其他大大人溝通㗎，而亦係咁樣，大大國已經停止發展超過30年，裏面嘅大大人就快唔記得點樣同其他大大人溝通啦。而喺大大國嘅地底，都有一個國家，叫做小小國。小小國同大大國有好大嘅分別，入面住嘅都係小小人，佢哋生得好矮小，而小小人每日都過得好歡樂。每個小小人唔止愛自己，仲會愛埋其他小小人。小小國嘅屋都好特別，每一間之間都係緊密貼住大家㗎，因為咁樣先容易同埋方便同其他小小人溝通。而小小國嘅發展速度，一年已經等於大大國嘅10年啦。小小國發展得咁快，我哋大大國再係咁，我哋可能會被小小國入侵。回大國王，我知道小小國一個秘密。大臣，快啲講係咩秘密？回大國王，我知道小小國係有一個偉大嘅魔法師幫助佢哋。只要我哋去揾到呢個偉大嘅魔法師，就可以令大大國再次振興起嚟。好，我決定潛入小小國，揾出呢個魔法師。大大人要潛入小小國，必須要令到身形變細，所以大國王飲咗一支縮小藥水，令到自己變成小小人。不過縮小藥水只可以維持一個晚上㗎咋。變細咗嘅大國王爬入大大國嘅水管，然後沿住水管慢慢爬去地底，再進入小小國。當佢入到小小國，佢非常之驚訝，小小國原來係咁色彩繽紛㗎，每個小小人都好開心咁唱歌同跳舞，每個小小人都着住彩虹顏色嘅衫褲，小屋都係彩虹顏色㗎，有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、青色、藍色、紫色。大國王就諗起，所有大大人嘅衣櫃只係有黑色、白色同灰色呢3種嘅顏色，所以佢就將呢個小小國嘅見聞寫低咗落嚟。縮小藥力就快冇啦，我要快啲揾到偉大嘅魔法師。
但係大國王完全唔知道邊度可以揾到呢個偉大嘅魔法師。佢問過好多小小人，但係冇人知道小小國原來住咗一個咁偉大嘅魔法師。大國王去到一個冇人嘅遊樂場，自己坐咗喺度蕩千秋。小小國住咗咁多小小人，我點揾到偉大魔法師啊？你要揾偉大嘅魔法師？我哋知道佢喺邊啊！大國王嚇咗一大跳啊！隔籬兩個千秋明明係冇人噶，而家竟然坐咗兩個係一模一樣樣嘅小小人。我係小小人歡歡，我知道佢住喺邊啊！我係小小人樂樂，使唔使我哋帶你去啊？咁你哋仲講？快啲帶我去啦！好啊，不過你仲未講出魔法咒語。你講到魔法咒語，我哋就會帶你去。魔法咒語？我唔識魔法。No， 你係識㗎，只不過你唔記得咗自己識。其實我係從大國嚟，我真係唔識魔法啊！你哋到底明唔明啊？你細個嘅時候，你係識㗎，只不過你成為咗大國王之後，你就唔記得咗啦。吓？我唔記得喎。哎呀，樂樂，大國王好笨啊，嘻嘻。歡歡，大國王好笨啊，嘻嘻。我哋每個小小人都識㗎，樂樂，咁我哋仲幫唔幫大國王啊？歡歡，大國王講唔出魔法咒語，我哋就走啦。咪住，不如歡歡樂樂，你哋教我魔法咒語啊！唔該，你哋請帶我去揾偉大嘅魔法師啊！唔該。當大國王講完，一個龍捲風突然包圍住呢兩個生得一模一樣嘅小小人。兩個小小人歡歡同樂樂慢慢合體成為一個戴住紫色尖帽嘅小小人。Hello， 大國王，我就係魔法師啊！恭喜你終於記起呢個魔法咒語。你就係偉大嘅魔法師，求下你幫我點樣令大國強大？唔該。哈哈，你係大人，唔需要我呢個小小人魔法師去教你啦。即係咩意思啊？我唔明啊。大國依家咁冷漠，大家距離咁遠，因為你哋忘記咗呢兩個魔法咒語，唔該同多謝。你身為大國王，係咪經常同其他大人講唔該同多謝？但係大國已經冇人記得呢個魔法咒語啦。咁好簡單啫，你邀請小小人去大國做客人，所有小小人都識呢啲魔法咒語㗎，佢哋會教你嘅國民。
大大人好複雜㗎，佢哋唔會歡迎小小人。哈哈，拒絕比接納容易，你自己諗下啦，拜拜。魔法師撻一撻手指，即刻捲出一個龍捲風，然後就消失咗啦，留低咗好猶豫不決嘅大國王喺一個冇人嘅遊樂場。不過大國王諗，我嚟小小國係為咗想拯救大大國，或者小小國同大大國可以互相做朋友。於是大國王邀請小小人去自己嘅國家做客人。好多小小人都未去過其他國家㗎，大家都非常之興奮。當小小人去到大大國，佢哋都俾大大國嚇親。小小人未見過咁大嘅山、咁大嘅屋、咁大嘅麵包店㗎。哇！我未見過咁大個菠蘿包啊！而大大人都非常之驚訝，佢哋未見過咁細嘅頭仔、咁細嘅手仔，同埋咁細嘅嘴仔㗎。哇，係小小人啊，好得意啊！唔該，我想要一個菠蘿包。嗱，你嘅麵包。哦，我應該將麵包切細粒俾你。大大人，多謝你嘅細心啊，我覺得好開心啊！大大人聽到小小人嘅魔法咒語，唔該同多謝，心裏面覺得好耐都冇聽過咁令人開心嘅魔法咒語啦。從此，小小人經常去大大國，大大國嘅氣氛慢慢唔同咗，越嚟越多生氣，而大大人嘅衣服亦都開始多咗顏色，亦都多咗笑容啦。小朋友，你仲識唔識其他令人開心嘅魔法咒語呢？小小國和大大國，朗然飾演大國王，奕軒飾演大臣，Sophie 飾演歡歡，Ila 飾演樂樂，Hannah 飾演魔法師，俊俊飾演小小人，月晴飾演大大人。如果你中意聽爛瞓豬講故事嘅故仔，可以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俾我哋嘅節目5粒星星㗎。假如想緊貼我哋嘅故事播放時間，或者知道點樣報名講故仔，就要 like 或者 follow 爛瞓豬講故事嘅 Facebook 啦。記得得閒就聽爛瞓豬講故事啦。